網上投資騙案，你有冇聽聞過？除咗假冒政府職員、積分到期以及物流到貨等等，網上投資騙案亦都有唔少市民防不勝防。帶大家睇下幾個常見嘅手法。首先會被加入大量用戶嘅 WhatsApp 群組，並聲稱有高薪嘅兼職，例如簡單點讚工作等等。點擊連結就可以獲得每次50蚊至100蚊嘅報酬。群組內更加會有人聲稱自己已經完成，流程簡單，一日就可以賺取幾百蚊，營造好容易獲得報酬嘅印象。然而，一旦點擊該鏈接之後，手機可能下載間諜軟件，導致個人資料外泄，或者提取金額嘅時候，對方會要求事主提供更加多嘅個人資料，亦都有一啲會要求支付保證金或者手續費，但付款之後，騙徒就會消失。另外，亦都會有騙徒噓寒問暖，扮作親切，建立曖昧或者網戀關係。喺獲取信任之後，誘騙投資，初時可能會先提供一啲小額回報，投入更多資金之後就故意拖延，甚至消失。面對來歷不明嘅連結，或者要轉賬金錢嘅時候，大家都要提供警覺，切勿輕信內幕消息，謹慎對待。